嚟雲大行街，男仔唔一定再係等嗰個，整理3間男女都行得嘅 CP 值超高服飾店 Tulu Patulu， 外牆非常用心，喺雲大大街十分顯眼，內裝帶點復古工業風，視覺識別度超高嘅一間，風格稍為偏向現時流行感街頭設計，雖然都係平價店之一，但3間裏面咧質感係最好嘅一間。一樓為女生配飾同埋打折款，2樓咧以男裝為主，超大一層，男士們嚟呢邊咧真係可以行得好滿足，買完仲可以即時退稅，超方便。Another Awesome 就係啱啱介紹嘅嗰一間對面，相對其他2間咧空間比較寬敞，行起嚟咧更加舒服。偏好韓系休閒同埋簡約日常風格嘅咧就可以直接嚟呢一間。在地韓國人咧都相對較多，一樓為男裝，2樓為女裝，唔單止樓層分配明確，連擺放分類咧都相對其他2間明確。如果係追求行得舒服嘅咧，直接嚟呢間就啱啦。MK 國人3號店可以話係雲大最具代表性嘅連鎖平價店，藍色貨櫃風格外觀咧就係佢嘅標誌。3間裏面最平、最大、最多層、最多選擇同埋最多人嘅一間，深受韓國學生們嘅喜愛，同埋外國人必訪。成棟4層，由地下1層到2樓咧都係男女共用款，3樓同4樓咧係女裝，樓梯之間咧仲會有手袋同其他配飾，但相對其他2間呢一間咧係以衫為主。嚟雲大唔需要再亂咁行，快啲 share 俾嗰個即將同你嚟韓國嘅朋友，留言加1地圖整理發俾你，分享宣傳同加行程，最終我一齊地道式玩韓國，下次見，坦拜拜。